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荣光，是我的神。哈利路亚！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常常喜乐。让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他。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我们要常常祷告，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沙中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小腿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弟兄姐妹，邀请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起用喜乐的心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沙中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要再次举起来，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拍打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的主终身永留，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诚信，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让我们在这边宣告，这里已经有主耶稣的荣耀在这个地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永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
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昔在今在再次行在今在，昔在今在永在的君，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其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我们用最大掌声将荣耀献给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神，主耶稣，你是我年少时候的救主，你也是我掌管我生命的救主。主耶稣，你的话语，主耶稣，让我们的心里可以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安息。主耶稣，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来敬拜你，要在这个地方表达我们有多爱你。哈利路亚！我们就祷告，奉圣祈求，阿门。年少时候的救主，因你呼召让我不同，你爱陪我走过每一天，全充满你恩典。刻下一切在这祭坛上，生命故事愿世界能看见，与你一起向前。我永远的救主，一辈子不离开你，因你付上了代价，赎回了我，能为你而活。我永远的救主，一辈子我要歌唱，何等荣耀能全心摆上，服侍我主我王。生命的救主，掌管我生命的救主，有你的话语心恩惜，所有赞美都已不足够表达我有多爱你。同在，我别无所求，只愿能听见主你对我说，你何等喜悦过。
稣，一辈子不离开你，付上了代价，赎回了我，能为你而活。我永远的救赎，一辈子我要歌唱，何等荣耀能全心摆上，服侍我主我王。从亘古直到永远，我们的救主耶稣，你永远掌权。主耶稣，谢谢你，你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你就参与在那创造。主上帝，你不但赐给我们生命，当人进入到永恒的灭亡的时候，你因着你的慈爱，让耶稣付上代价，满足了你的公义。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给我们生命气息，也赐下永恒的意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来寻求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圣人宝座面前，向你来祈求祷告，求你的怜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每一次的敬拜，愿你悦纳，愿你赐下你的同在。我们每一次的祷告，让我们能够亲近你；每一次的呼求，让我们得着你属天的应许。谢谢主，赐下你的圣灵，让我们更认识你，随时想起你所教导我们的话。我们将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里面，免得我们远离你。谢谢主，这时候我们要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愿你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永活的真神。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认识我们所依靠的这位主。今天我们透过思念神的名这一本书里面的一个主题，永活的神 ，Elza， 很难念哦，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要认识的不是这些字，而是这位神。那帮助我们能够透过永活的神跟世上人所制造这一些的神明有什么样的分别？这个头衔也透过以色列的神跟其他周遭，比如说巴力、亚瑟拉，或是其他这些偶像，能够分别出来。这位神不是人手所造的，这位神是自有永有的，他是万有的创造者。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都是他所创造的。所以我们看到透过他一个就能够赐下我们所有这些万有的生命，也透过弟兄姐妹因着他的活着，我们才能够享受这永恒的生命。先知耶利米他提醒神的子民他说这一些的银匠，这些打造这些偶像的这些这一些的银匠他们都要羞愧，因为他们所造的可能只是一个艺术品，
并没有生命的气息。那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就是从希西家的角度，他来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神。我们一起来。希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立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这段经文是希西家他面临的这一些的敌国他们要来攻打，要来恐吓。他向这位神，就是这些敌人所嘲笑的这位神，求他睁眼看，他听我们的祷告，听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赞美这位神，是听你祷告的，是垂听你，是看顾你的，是救拔你的这位神，好不好？我们要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来赞美这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想你经历很多，可能医治的、供应的，他永远存活，才能够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来赞美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永活的真神。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你，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是永远活着，在这个天地万物之间，主啊，唯有你是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主啊，我们其他的都是被造永活的这样意念存在在我们心里面。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神的宝座面前。我们为要来寻求你，为要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带来的这一切的美好。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而且你是从起初，主啊，一直到末了，主啊，你是这永恒的神，主啊，谢谢你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主啊，你就是在这个超越时空里面的，主啊，因为你掌权在这当中，主，谢谢你，主，你的心意，主啊，是人所不能了解的，但是主，你邀请我们一起跟你来同工，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来寻求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得以在主你的圣殿当中。主啊，让我们得以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可以举起我们手来。主啊，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主啊，当我们来仰望你的时候，主，我们就更认识你，我们更知道主你是这创造万物的主。主啊，唯有你是创造者。主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是被造。主啊，我们能怎么样呢？主啊，我们唯有用敬畏的心，主在你的面前说：主啊，你是永活的主，主，你是创造我们，你是照顾我们，主啊，你是供应我们一切，主啊，你是从过去、现在到永远到未来，主，你都仍然掌权的，甚至主啊，你到如今都要帮助我们。Amen。特别台湾这个时刻，特别现在世界的这个情况。主啊，我们因为这看不见的疫情，主啊，很多的国家，主啊，我们被封了，我们好像独立的被孤岛一样。但是主啊，你说你就是爱，主啊，你有权柄，主啊，你要赢过这个病毒，主啊，你是要透过这个病毒使我们更知道，主啊，我们唯有需要你，因为主啊，唯有你是真神，唯有你是可以胜过这一切的。我们就是要来敬拜、来赞美你，主啊，你是这一位从过去、现在到永远仍然掌权的主。谢谢你是永活的主，虽然我们有限的生命，主，我们确实有那个永恒的盼望，因为你将那永恒放在我们生命里。谢谢主，让我们有限的生命，主，透过祷告我们跟你连结，主啊，透过主我们知道，我们更认识你，我们就知道主，我们的身体虽然一天一天的衰败，但是主，我们确实有那永恒的盼望。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要感谢这位神，他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赐下各项美好的事物。我们也要承认，可能我们远离他，因为一些的环境所带来的这样的困境，让我们可能失去我们的信心，远离他的恩典。其实透过这本书我们认识不同上帝的属性，他的名字。那圣经常常也提醒我们，警告我们不可敬拜这些的假象假神偶像。那十诫的第1条就对我们提醒说，不要敬拜这些偶像，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刑罚？那永活的神这样的一个头衔是在强调，这位神他是永远活着，他是一切万有的创造者，他跟这些人所造的用金、用木头、用石头来打造的这些偶像是有所分别的。那耶利米他在这样的一个描绘当中，好像一幅图画。他说，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那这些的雕刻匠，他们就用手来制造他们所想象的偶像，用他们所想的这一些的想象力来创造制造，应该说制造，不是创造从有的东西来再制来制作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但是我们知道，透过他们所雕琢这一些的雕刻，他们没有办法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动，有脚不能行走。这里说他好像棕树是现成的，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有人抬他。所以每次我们可以看妈祖绕境，或者这些偶像在绕境的时候，都需要轿夫抬着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透过这一些的经文，要来提醒我们，人所造的不能行走，不能发挥他的能力，他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人，特别是现在微解封的时候，有好多人他们就开始进入到庙宇，他们对着这些不能动、不能看、不能说的这些偶像来敬拜、来祷告、祈求。我们想象他能够回应吗？当然不能。唯有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是无所不在的，他不会让人限制在那个神桌上。我们人敬拜除了敬拜这位永活的真神，其他的这些人所造的偶像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他，因为神听见你的祷告，神查看你的需要，神了解你的困境。我们为这样来祷告神，来感谢神。我们恳求神，当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们家庭、对我们社区和世界缺乏这样的一个敬畏敬虔的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失去了这样对神的敬畏的时候，求上帝来怜悯我们，怜悯这块土地。因为我们没有敬拜真神，去敬拜那些人所造的，就在宗教上，在我们的各方面堕落了，相对的会带来一些的我们的困境。所以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感谢之外，我们恳求神光照我们，哪里是得罪他的，使他不喜悦的，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回转归向他。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我们为这样的一个领受恩典来感谢。我们为着我们远离神，我们缺乏这样敬畏，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查看我们需要的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供给我们、医治我们、带领我们、牧养我们。主啊，请光照我们，
岂是我们的神？主啊，你创造万有，你将一切美好赐给敬畏你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主啊，当我们得着更多更多恩典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却骄傲自大，远离了神你的恩典。求主啊，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骄傲的罪。主啊，我们想要人定胜天，主啊，我们想要用力量来过幸福的人生，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办法。求你来怜悯我们。谢谢。阿爸天父，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掌管天地万物、创造生命气息，又保护保守我们的主。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主，你是如此的伟大，如此荣耀，但你却为爱我们的缘故，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付上代价。主，你是坐在那宝座上的主，却走下你的宝座，甘愿虚己，甚至为我们死，使我们这软弱、缺乏又有限制的生命得着永恒的赐福。主啊，或许在过去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刚强的，是坚固的，是充满盼望的。主，但在这疫情的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确怀疑自己，看见许多的软弱。主，甚至如同你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主，如今你也问我们：“你在这里做什么？”主，谢谢你仍然向我们说话。当你问出这句“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主，我们的生命又再次与你来连结。原来不是我自己在做什么，而是主你与我一起，与我同在，带领我们持续在这有限的年日当中，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在这如同种子看不起眼的生命当中，能够经历主你复活的大能，能够经历主你再一次圣灵的风向我们吹起。主啊，你带领我们，你坚固我们。原来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而是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将你的荣耀赐下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有悔改的能力。原来连悔改都不是我自己能够给予的。主，谢谢你，你的爱如此深如此广，而且又如此的绅士，让我们在被尊重的环境当中能够持续的成长。主啊，我们真是要说，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力量，我们需要从你来的信心，我们更需要从你来的爱。主啊，我们渴慕你的爱。主，你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主，你的爱是永不放弃的爱，主，你的爱是胜过死亡权势的爱。主啊，你的爱也是从如今到永恒的爱。主啊，你带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学习。主，我们知道我们在这环境的变动当中，仍然在每一个挣扎里面做出那个合主你心意的选择。主，恳求你持续带领我们，不叫我们忘记主起初的呼召，不叫我们忘记我们经历那个生命从泥沼中、从黑暗中被救拔出来的时刻，不叫我们忘记主你的荣耀不只是在圣殿当中，更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谢谢你持续带领我们，我们要来就近你，因为主你先就近我们。主，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为着这个国家来祷告，来守望。当约书亚他带领新的一批的子民，因为旧的这一些的百姓都死在旷野，唯独他跟迦勒，还有这些年轻的，他们要再一次的经历他们在红海所经历的那位神。但是这一些新的一批的这些的百姓，他们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看约书亚如何介绍这位神，再次要帮助他们渡过约旦河的这位神。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来。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我们要看到约书亚介绍新一批的移民他们认识这位神是永生的神，他们必在这些敌人的面前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帮助，能够帮助他们胜过这些环境所带来的这些的困境。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国家的困境，在这样的疫情当中，过去我们好像国际的孤儿，但是因为这一次的疫情，神翻转了，让全世界都看见台湾。虽然一度我们软弱下来了，感谢主，在今天我们看到本土的确诊17例，这是这段时间以来最低的那我们恳求神我们特别为了我们桃园还有3例那求神来帮助我们国家在危难当中能够认罪悔改，不是去寻求那些偶像，回转归向神。我们恳求神在疫情当中赐下他的恩典。过去我们能够用这些医疗的资源来帮助这些的国外的这些邦交国或是其他的国家，但是在我们缺乏的时候，特别是疫苗，我们缺乏的时候，有日本，有美国，有其他的国家来帮助我们。我们恳求神让他的恩典供应足够的，明天还有1-2批这些的疫苗会进来。我们恳求神让这些的疫苗能够源源不断。我们恳求神让他的平安能够代替恐惧，让我们在疫苗的施打率能够超过30%，我们可以尽快的过这些的平安正常的生活。我们也恳求神让这些执政掌权或者是这些在野的，我们一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有智慧怎样去做一些的好的政策。我们知道现在是朝野对立，我们看到透过媒体不断的有这一些的耳语，这一些的假消息，或者是这一些的彼此的攻击。这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我们都能够团结在一起，因为我们的敌对者是那看不见的黑暗的权势。我们也为着中国的军机在我们防空识别区，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了。我们看对岸还是这样不断的在骚扰我们，甚至用这些的影片在恐吓日本、美国。你们如果帮助台湾，你看就会有这样的不好的下场，就是核弹我们要一直打一直打。弟兄姐妹，我们恳求神来怜悯为对岸来祷告。主在这边掌权，我们知道永生的神在这边掌权。如果我们寻求他，依靠他，他必帮助我们胜过这一些的权势。我们也为着这些防疫的医护人员来祷告。我们看到最近每个县市投入大批的这些医疗人员，然后在这些疫苗的施打上面，
今天的新闻还报那些医疗人员那鞋子坏掉了，或者是他们累，非常的累。我们恳求神来帮助他们，有更多的这些能力，来服务这些大众，也为着他们的安全、他们的平安来祷告。弟兄姐妹有没有为了这些确诊的，他们失去亲人的，我们恳求神的安慰临到这一些的亲人的身上哈。特别是疫情所带来的这些的冲击，很多这些各行各业都哭诉的说他们活不下去了。我们看看微解封，但是餐厅没有办法开放。我们恳求神让这些疫情可以快的得到控制之外，让民生的这样的生活能够恢复正常，不然会冲击影响到好多的家庭，因为这些经济带来的家庭的一些的冲击。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教会可以站在这个国家的破口、城市的破口上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透过我们的管道来传福音。特别是在软弱当中，我们恳求神来施，求上帝来怜悯这个土地、这个国家。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为这在危难当中的国家、我们的百姓、我们执政掌权的在野的，我们来祷告，来祝福这块土地。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为了这个国家来祷告，主，你把我放在台湾这块土地。主，虽然我们有内忧外患，我们看得见看不见的敌人，但神你依然护卫着我们，你兴起各国的势力来帮助台湾，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永远的依靠这一些的国家，我们唯有依靠你，就好像希西家一样，他依靠你，他能够面对这些的强权，主啊，你出手，这些的敌人就远离。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主啊，你还兴起在这个国家，还有许多的信靠你的人。主啊，你兴起这些的教会，站在这国家的破口上面，在人民的破口上面。主啊，我们宣告说，就你怎么样带领耶稣呀，带领这新一批的移民进入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也必带领你的百姓，带领这个国家进入到你的流奶与蜜之地。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台湾是你所造的，主啊，是你所心爱的。主耶稣，你为台湾的百姓也付上了代价。主啊，我们要宣告说，这块的土地是你的宝贝，这地的百姓是你的宝贝，愿你自己来掌权。主啊，赐下平安，赐下医治，赐下供应，赐下资源。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很快的恢复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生活，让大家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主，谢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真是把福音传遍，谢谢主。这伫纪录片的中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独独你做天下万国的上帝，你要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按耳孔来听，耶和华求你开目睭来看，耶和华求你医治阮，阮就得到医好；拯救阮，阮就得到救，因为你是阮所学落的。主爱全能永远活的阿卡别上帝，你所享受予阮世代徛起的国家台湾，今日内部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外面还有强权霸道军事扰乱，造成多烦恼忧愁、惊吓不安。虽望阮袂会完全明白这是甚物因端，总是阮愿意谦卑回转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照着上帝的旨意，重新来行头前的路站。求主引带扶持拯救，互对你遐来平安除去所有的惊吓。阿愿伫你的阴影内面，通过主耶稣保护压榨，拢无受病毒或是暴力的残害。阮也要为着伫疫情中间你所示落的恩典，包括美好。友好国家人士援助的疫苗，
医疗物资等等，来向你献上感恩。也恳求上帝赏赐智慧，互阮国家的执政者有够也能力甲气力来面对各样的挑战。像是赏赐防疫医疗人员有充足的体力、甲医治的能力，以及较全的设备，也纪念因辛苦的付出。嘛要求助人民受病毒感染的，拢通得到整全的医治，甲良好的照顾，紧紧恢复健康。不幸逝世的，也求助安慰的神，甲遗族亲人同在。另外，因为疫情实施3级警戒所造成经济冲击，受影响的民众各行各业，求助帮助扶持，互因会当找出好的出路。总是也假使阮通过疫情来思考，调整新的生活态度，无搁过头看重物质生活的需求，来伫真理内面追求灵命的造就。随后恳求圣神上帝，催逼阮会晓伫扰乱的破口中热切守望祈祷，也伫逐所在见证，信上帝人有满满的平安，通互众人来信慕上帝国的道理。我安尼向上帝感恩恳求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日这长老伫线上传来回应为着国家来祈祷，为国家来祷告。我们不能够避免跟人之间的这样的接触，我们都需要有同伴，特别是我们要为了教会、为了肢体来祷告。当我们在为这些肢体来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彼此来帮助在主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帮补。我们要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神在我们的身上如何赐下他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我们要为着这样的一个虽然是这些王在寻求主，也可以转换成你面对这些黑暗的权势，在搅扰你、在攻击你的时候，你怎么样向这位永活的神来祷告？相信过去神在希西家在这些寻求他的人身上所做的，也要在今天赐下他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要为着教会能够在这样的疫情当中，依然能够用信仰不断的更新，能够成为这社区福音的一个祝福跟管道。我们过去没有想象说用这样的方式来祷告会、来做礼拜、来小组或者是营会，但神让我们面对这些的困境的时候，能够有一些的心意更新来变化。我们可能透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继续来牧养我们的弟兄姐妹，让透过小组彼此的互动、彼此的扶持，透过小组的彼此的代祷，我们也为着这些这段期间在施打疫苗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副作用，身心灵都健壮。我们也为了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亲子的关系，共度这样的一个疫情所带来的不便、经济的难处在家学习有好的效能，或者是在家上班，都能够因为长时间在一起避免有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破裂。我们也恳求神来帮助这些年轻人，特别是我们最近有一批年轻人毕业了，他们在寻求前面的方向，求主帮助他们知道他们要走的道路，让他们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也能够荣耀神，使人得益处。
我们在第一期的这个阿嘎培线上夏令营哦，感谢主，透过这些年轻人，他们愿意摆上自己哦，每一天能够透过线上来祝福很多这些的社区的儿童。那第一期在这几天将一个结束，我们在下个礼拜就要进入到第二期哦。感谢神，透过这一些的管道，我们过去没有想过，没有做过，但是上帝真的是恩待我们，让这些年轻人越做越好，越来越有创意哦。那需要你的代祷来祝福这些年轻人啊。那我们第二期也都是爆满了哦，那还有一些的候补，所以弟兄姐妹，继续为这些年轻人更有创意、更有智慧来祷告。我们为了这些暑假当中还是会有考试，为这些指考的学生有稳定的心来预备这些的考试在放暑假当中这些的年轻人也能够有自主自律的生活。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同声开口来祷告，为了我们教会，为了我们肢体，这也是为这些社区的儿童，透过线上学习，让他们认识主的恩典、主的救恩。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是我们的头，感谢赞美你，我们互相是肢体，你赐下让我们成为肢体，在主你的爱里面，你是教会的头，我们互为肢体，我们互为彼此来关怀，彼此来代祷。主啊，谢谢你，你使用你的教会在这个世代成为一个祝福。主啊，你使用你的教会进入到社区。主啊，透过这样的一个疫情，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不受限制，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的线上的管道，深入到每一个家庭，透过线上的学习。主啊，你帮助我们走出一条路，让我们不受这硬体的限制。主啊，谢谢你，我们奉你名来祝福，特别是无论是实体的，是这样的一个网络我们都恳求你施恩赐福，让你的教会在这样的一个世代能够成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还有每一个家庭的一个祝福。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我们肢体这边年长者我们进入到这些壮年在施打疫苗，帮助我们来真的是有健壮的身心灵，没有这些太大的副作用。所以我们也为了每个家庭，为了这些年轻人他们前面的道路来祷告。主啊，特别是我们为了这些线上的小儿童，他们在学习的当中，他们透过圣经的故事、摩西的故事透过让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教导，能够将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心田里面。主，谢谢你将这些孩子、将这些年轻人交在你手中，你自己来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不管是学业他们的事业，主求神你掌权。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让迦南教会在这段疫情当中仍然充满从神而来的祝福。主也让同工们能够看见更多能够线上服事的可能性，让弟兄姐妹们心里也都有平安。求主持续带领和保守教会的服事，不管是在青年、社区或是儿童。主啊，虽然因为疫情导致大家不能实体聚会，但仍然透过网络使弟兄姐妹与主连结，与彼此连结。我们也为疫情的施打状况祷告，让人民能够平安而且快速的施打完，能够继续安心的过生活。主，我们也将每位儿童的爸爸妈妈交托在你手中。主，亲自来减轻家长同时要上班又要协助孩子线上课程的压力，让他们有智慧处理跟面对工作和孩子的一切事物。主，也求你帮助这时代下的青年，虽然面对疫情的挑战，但他们更知道要来寻求你。主，你要透过他们跟你的连结，让他们看清楚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道路和目标，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将害怕跟恐惧全然交托给你。主，也保守正在进行的阿嘎培线上夏令营，虽然是第一次使用线上的方式，但感谢神可以预备足够的器材、设备跟同工。
求神也进入学员跟青年同工们的心，让他们透过网路一样能够感受到神的爱。也求主看顾即将面对大学指考的考生们，有足够的智慧跟信心，还有健康的身体进入考场，可以不紧张害怕，因为主你与他们同在，也为他们预备合适的道路。也保守学生们的暑假，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能够有充实而且规律的生活，也有更多的时间分别为圣来亲近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谢谢婕妤带领我们回应这段的祷告。我们要一起用信心来宣告主透过他的话语所要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确认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一起用上帝的话语一起来宣告说：耶稣到盖萨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也要在我们心里面更确认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怎样的神。我们一起来宣告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感谢主，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说，他是我的神，也是你的神，他是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参与在创造里面，他是赐给我们永恒生命的那位主。弟兄姐妹，要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宣告说：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神的荣耀，要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也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因为这里有荣耀，这里有他的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也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一起来宣告说：你是起初的，末后的。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末后的。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
亮晨星，昔在、今在、永在，再起来宣告。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是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站在你的容面，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啊！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因为有主的同在；这里有荣耀，因为神的大能正在运行。弟兄姐妹，你相信吗？这位是永活的真神，他必将他的能力彰显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再次拍手，将荣耀归给这位永活的真神。哈利路亚！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主啊，特别是在困境的当中，你向我们彰显你的同在，彰显你的荣耀，赐下你的平安。这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平安，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你的保护。有很多看不见的这些的黑暗的权势，我们需要你的保护，因为这些都在你的掌权底下。谢谢主，每一次的敬拜求你悦纳，每一次的祷告求你垂听，每一次的呼求求你就供应下来。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再次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将平安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我们下次再见。愿主赐给大家有永恒的平安。